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往事。港島山頂道坐落喺香港太平山頂嘅綠林之中，係全球最昂貴嘅住宅街道之一。地理位置、山林景色同區位條件之外，資產屬性早已凌駕住宅屬性。山頂道上嘅豪宅早就成為財富象徵。籌碼流轉，資本市場永遠唔缺玩家，處於同一套資產配置邏輯之中。作為香港頂豪黃金地段，山頂道嘅豪宅從來唔缺接手嘅富商，除非有啲特殊事件會令佢哋喺財富選擇上產生猶豫。近日，山頂道1號因為菲傭自盡，再度成為市場焦點。身上嘅標籤迅速由豪宅變成凶宅，而呢棟物業嘅現金持有人，正正就係有重慶李嘉誠之稱嘅張松橋。目光聚焦喺張松橋身上，過去由倒賣電子錶起家，縱橫內地同香港地產市場30餘年，之後激流急退，遠赴大西洋彼岸操盤跨境資本。如今似乎兜兜轉轉又行返到國內。港島山頂道係一條通往香港太平山山頂區嘅必經之路，沿住山頂道漫步向上，維多利亞港海景同香港全景盡收眼底。呢度距離商業中心區中環只係15分鐘路程。與山下喧囂嘅城市氣氛相反，山頂道房產開發並唔密集，再加上黃金地段嘅價格，能夠擁有山頂道豪宅嘅住戶非富則貴，物業買賣同居住資訊高度私密。根據可查到嘅公開資料，張松橋持有嘅1號豪宅係山頂道區域首宗凶宅。10月8號朝早7點，香港警方接獲報案，一名31歲嘅菲律賓籍女傭喺山頂道1號屋內自盡。據港媒報道，救援人員到場證實，事主已經明顯死亡，現場並冇檢獲遺書。警方調查後，相信案件並無可疑，將會驗屍以確定死因。資料顯示，案發現場豪宅嘅登記業主為 Easy Cash Investments Limited， 但係公司註冊處並冇呢間公司嘅註冊記錄。據可查資訊，山頂道1號最近一次屋主易手喺2004年，張松橋以1.38億港元買入。有報道稱，佢至今仍然居住喺該豪宅內。山頂道1號最早嘅放售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1980年。早年間呢棟豪宅由美國政府持有，其後喺1982年中英談判期間接連放售港島區5幅地皮及流動山頂道1號就係其中之一，被香港本土富商買下。1985年，武俠小說家金庸同太太林樂儀以1200萬港元購入該豪宅。金庸同埋林樂儀居住11年之後，於1996年以1.96億港元將豪宅轉售至品質國際主席李同樂旗下公司，最後喺2004年由張松橋收歸旗下。嗰陣時，張松橋已經成為中渝置地、港通控股、渝泰地產同埋渝港國際4間上市公司嘅董事長。渝泰系公司脈絡亦已成形。資金充裕嘅張松橋買下山頂道1號之後，興建3層高嘅獨立屋。當時山頂道豪宅嘅樓面地價為每方尺19,714港元。買入港島山頂道1號至今，張松橋持有呢棟豪宅已有21年，或者係因為意氣風發時豪宅千金買落嘅紀念意義，張松橋似乎亦對山頂道1號特別偏愛。近年佢仲將山頂道1號用作產品品牌，喺重慶興建多個以山頂道1號命名嘅公寓單位。24年過去啦，香港地價早已翻倍攀升。
而且山頂道地段物業嘅市場買賣交易較少。據觀點新媒體了解，今年年初由會德豐發展及銷售嘅山頂道豪宅項目79分之77 Peak Road C 號洋房，以超過5億港元沽出，尺價8萬港元。4月，華潤或者同系企業位於山頂道40號，合共5棟收租洋房由租轉售，每棟洋房意向尺價超10萬港元。該5棟洋房總樓面合共超過2萬平方尺，預計整批市值超過20億港元。8月，雖然唔係直接位於山頂道，但係同屬太平山頂核心地段嘅歌賦山道1號豪宅，以10.88億港元成交，刷新2025年香港最昂貴住宅交易紀錄。據市場人士估計，同類地段嘅洋房尺價動輒超過10萬港元。若以實用面積約5642方尺計，張松橋手上嘅山頂道1號，如今市值超過5.6億港元。有地產代理表示，因為山頂道1號發生咗命案，一般會列入凶宅名單。以目前市值計算，將會成為全港最貴凶宅。一個成功嘅商人，唔係社會嚟適應你，而係你去適應社會。呢句就係以往面對媒體問起成功秘訣時，張松橋俾出嘅答案。同新媒體，張松橋過去40餘年嘅經歷，香港係佢多年打拼中最醒目嘅錨點，同時以香港為根據地向內地、海外輻射嘅投資痕跡，亦正無形中印證緊呢句短短說話。1964年，張松橋出生於重慶一個普通化工廠工人家庭，之後按部就班咁上學讀書。頭16年嘅人生經歷睇唔出有乜非凡因素。直到1980年，長居香港嘅越南華僑穆離世，身為長孫嘅佢繼承咗部分遺產，攞到一個扭轉命運嘅機會。年僅16歲嘅張松橋移居香港，過咗2年半工半讀嘅生活之後，於1982年返重慶，再喺香港同重慶之間揾到生財之道。其時香港作為亞洲4小龍之一，無論經濟發展定係娛樂事業，都比內地快一步。嚟自香港同海外嘅電子產品風靡全國。張松橋意識到呢個係不可多得嘅商機，開始做販賣電子表嘅生意，並逐步發展到倒賣電子產品。往返香港與內地之間，張松橋賺到第一桶唔少嘅資本積累，亦結識咗唔少人脈。望住香港空白地皮迅速堆起嘅高樓，張松橋亦決心要走房地產開發呢條路。要想喺地產業蓬勃發展，各路大亨盡顯神通嘅香港打出名號，顯然唔切實際。張松橋嘅第一個目標就擺喺重慶，於是佢喺1992年叫埋喺做電子產品生意時識嘅曾維財聯合創立中渝發展。喺重慶向北發展嘅政策之下，屯咗渝北區2200畝地，正式進軍地產市場。花費4年有餘建成嘅第一個房地產項目，就係重慶歷史上最大嘅高端社區住宅項目加州花園。張松橋同中渝發展亦都由此打響名堂。1993年，張松橋將加州花園與國內部分貿易項目一齊打包，以渝港國際之名登陸港交所主板，擁有咗第一間上市公司。再加上內地出身同香港摸爬滾打積累嘅人脈，加州花園之後又陸續落地多個地產項目，逐步抬高身價與名氣。張松橋開啟咗由樓市轉向股市嘅故事線。1999年，佢以33億元將中渝發展賣俾以生產包裝盒
行李箱為主業嘅確利達完成借殼上市，上市平台其後改名為中渝置地。隨後，張松橋喺2年時間內以6億港元收購咗香港九龍倉集團旗下擁有西區海底隧道管理權嘅上市公司港通控股，又承諾彩星集團旗下擁有尖沙咀彩星中心商辦嘅彩星地產。事業轉折亦好快到嚟。2013年，國土資源部出台穩定土地供應、抑制地王嘅禁令，被稱為重慶李嘉誠嘅張松橋同李嘉誠同步拋售內地資產，開啟只進不出戰略，停止一切內地土地收購。喺內地已無土地儲備嘅張松橋返到香港，多次出手收割豪宅，與頂級富豪們相聚香港山頂，同時亦同李嘉誠攜手走入英國市場。2017年，張松橋帶領中渝置地以2.9億英鎊買下倫敦柏丁頓火車站附近嘅沃達豐總部大廈，再以11.35億英鎊現金買入倫敦金融城最高樓尼德河大樓。同年，亦聯合多家財團多次發起對倫敦金融城內地產項目嘅收購，喺英國嘅投資版圖迅速擴張。但係正如張松橋所講，成功嘅商人要去適應社會。受到脫歐疫情影響，英國經濟發展並唔穩定，中渝置地市值一度縮水至70億港元，海外資產縮水嚴重。張松橋又將目光轉返內地。2020年，佢喺成都高新區以每平方米2.07萬元嘅高價競得地皮，並拿下達州商住綜合用地。隨後幾年內又多次增持中渝置地，似乎正喺度尋找重新出手嘅機會。到咗今年7月，張松橋再增持裕泰地產7.2萬股股份，持股比例由17.09%升至17.10%。亦有報道稱，佢喺經歷海外投資波動之後，正關注西安、成都等西部城市啟動新項目嘅可能性，但目前未有實質消息傳出。如今已年如花甲嘅張松橋，或者仲喺商海浮沉之中，等待下一個擴充商業版圖嘅時機。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再見。